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你收睇今集嘅奮鬥爸 B。咁今集主題乜？我哋去邊睇睇？好，就係呢一個啦。理財有咩基本功咧？今次講到原則5啊，就係 Level 1同 Level 2嘅周轉錢同埋應急錢。好啦，咁啊，我哋咧呢一個咧係會講爸爸會遇到嘅話題嘅頻道啦。咁今次咧係一個咧3年計劃嚟嘅，咁主要會講咧信念啦、夫妻啦同埋理財嘅話題。咁我哋咧會梅花間竹咁講嘅。咁啊，今個月咧就係講理財。好，咁我重溫下上一次先。3個月前咧，我哋係講咧呢一個分辨好嘅債務同埋壞嘅債務。咁啊，壞嘅債務咧，其實等於打劫自己嘅未來啦。好嘅債務咧，反而可以能夠咧利用呢一個善用呢個槓桿啊，能夠咧令我哋能夠提早達成目標啊，把握多下嘅機會嘅。咁啊而點樣去解決呢一個債務嘅問題咧？就係由呢一個減少支出開支係比較容易啲嘅。咁啊，學習啦，管理善用好好嘅債務，咁啊，以至到咧，我哋將來生活可以多啲選擇啦。咁但係點樣去行出呢個安舒圈咧？就需要即係一步一步，每日進步少少，咁樣咧去即係咧去突破呢一個咧嘅即係恐懼圈啊，咁樣樣。好，咁啊咧就另外咧就講到呢個財富管理系統啦。咁我哋都要講一講嘅喺人生裏面咧，即係咧除咗錢以外咧，其實仲有其他嘅財富戶口嘅，包括我哋嘅時間啊、人際關係啊、我哋嘅解難能力、身心靈健康啊、我哋嘅人生事境、願景目標啊等等咁樣樣。好啦，咁至於金錢嘅管理系統咧，我哋即係我喺我心目中就係呢一個循環嘅系統嚟嘅。咁啊，而如果以一個會計嘅方式咧，就係收入啊、支出啊、我哋嘅資產負債咁樣樣。當收入大於支出嘅時候咧，我哋就能夠慢慢累積到資產啦。好啦，咁今次咧就係講緊咧呢一度嘅 Level 1同 Level 2啊。上次就講過呢一個咧就債務啦咁樣樣。咁今次咧就講下面呢度啊，就呢個位置啦。好啦，咁樣咧就而咧其實呢一件事咧係簡單，但係咧亦都係十分重要嘅。嗱，因為如果我哋能夠儲到6個月基本生活費咧，其實基本上我哋已經養成咗一種嘅生活嘅模式咧，就係我哋維持住收入係大於支出，而我哋每個月有錢儲。嗱，呢一件事咧係非常之咁重要嘅嚇，因為如果我哋嘅支出係大於收入嘅話咧嚇，即係話好多時有啲人咧係跌入咗個陷阱嚇，即係咧佢揾20萬一個月都冇用啊，因為佢嘅支出咧每個月都係20萬甚至21萬，咁佢咧就係入不敷支噶啦嚇。咁樣長久以嚟咧，咁萬一遇到咩風浪嘅時候咧，有時咧就會透過需要去借貸啊，甚至咧借啲高息嘅貸款啊等等咁樣樣。好啦，咁所以咧就係我哋維持住一個公式啦，就係咧收入大於支出啊，咁我哋每個月有錢儲嚇，咁樣咧就係呢一個好重要嘅。咁啊，而喺呢個資產配置藍圖裏面咧，呢一樣咧算係咧，即係我哋咧人生儲3樣工具咧，流動性啦、增值工具同複式工具啊。而儲 level 1同2咧就現金呢一個咧就算係呢個部分嘅。咁如果冇咁會點咧？係咪？咁你諗下啦，其實當你要用錢又冇錢用嚇，即係話你要可能即係咧咁冇辦法就一定要問人借啦咁樣樣嚇。咁你要用錢時突然間咁樣，你一係就借親朋，咁啊欠下人情債。如果我哋借財務機構嘅話咧，就要俾利息欠錢債啦。咁啊，而通常如果呢一類係壞嘅債務嘅話咧，咁就會衍生到一個情況，就算係親朋都好咧，都覺得長貧難顧啊，親戚朋友都冇得做啦嚇。咁如果問財務機構咧，可能能夠解決短期嘅問題嚇，但係結果咧長久咧都係破產收場啦。仲有咧就有4年嘅冷靜期啊，經歷嗰個破產嘅時候，咁啊要好好咧就反思下人生啊，要做啲調整啊、改變啊咁樣樣。好啦，咁啊會令到咧咁樣入不敷支嘅人咧，未來嘅生活咧，可能佢短期開心咗，但係長遠嘅生活咧，只係選擇咧就越嚟越少啦。相反，如果我哋能夠有意識咁樣樣，知道要點樣儲翻1個月嘅基本生活費作為周轉啦，又或者儲翻3至6個月基本生活費咧，係嚟應急嘅話咧，會發生咩事咧？嗱，舉個例子，如果一個家庭嘅支出咧，大概係2萬蚊一個月嘅，咁如果你有2萬蚊嘅周轉錢咧，咁隨時咧下個月要交租啊，有時有啲嘅費用啊，因為已經有嚿錢喺度嘛，可以周轉到啦嘛，先俾咗先都冇問題，因為轉頭咧出人工嘅時候咧，又可以咧係去填補翻呢一個需要咁樣樣，即係交租供樓食飯就冇問題啦。好啦，如果有多5個月嘅基本生活費，即係連埋呢個周轉錢夾埋咧係成有12萬嘅話咧。咁你萬一突然間要用錢咧，都有錢可以用啊嘛，就唔需要借啦嚇。因為一個用開2萬蚊嘅家庭咧，可能佢會用多幾千蚊，但係好少話突然間會用到成即係10萬蚊咁樣樣嘅，唔係話冇機會，即係講個機率比較少啲啫。好啦，咁而至於喺呢一個嘅配套裏面咧，其實佢頭先講咗咧，我哋就係屬於呢個流動性嘅工具啊咁樣樣嚇。咁而我哋呢度咧可以用一啲唔同嘅工具去幫手去處理呢件事嘅。咁啊，包括咧就周轉錢嘅話咧，咁其實我哋就係要有靈活啦，要有即係可能擺喺手頭上，無論嘅現金啊、銀行活期啊呢啲，我哋隨時可以變到現嘅，因為隨時要使噶嘛。
好啦，咁但係如果係有啲我哋額外咗儲咗傍下身嘅，其實又未必即時要使嘅。例如可能我哋有嗰10萬蚊係嘛？咁我哋其實有唔同嘅選擇嘅，有啲網上銀行又會有啲利息收下啦，貨幣基金又可以做到啦，定期存款又得啦。咁我哋有一啲嘅即係好即係有做開嘅咧，唔係投資建議，但係咧就係有一啲人佢哋會個人有做唔同嘅嘢嚇，咁佢哋發覺用唔同嘅網上銀行喎，咁佢哋咧有啲會有啲利息收下，貨幣基金咧其實港元啦或者美元都得啦，咁定期存款都係啦咁樣樣嚇，咁定期存款咧有啲人做得好刁鑽嘅，佢咧就即係識將佢要做定期存款嘅錢咧就分開3份，咁啊每一份咧都做3個月定期，咁啊分開3個月去做，咁變咗咧每個月咧都有1/3嘅錢咧就係到期啦咁樣樣嚇。咁所以大家又可以去思考、學習、參考下咁樣啦。咁總結來説咧，其實我哋今日咧就講緊 Level 1同 Level 2，就係咧要儲翻咧一啲嘅基本嘅生活費作為週轉啦或者應急咁樣樣嘅，係簡單但係十分之重要啦。咁以至到咧，當我哋咧萬一要用錢嘅時候咧，都可以有錢用啊，或者我哋日常生活咧交租食飯啊、供樓啊都冇問題啊咁樣樣嚇。咁而咧我哋咧要配合用唔同嘅工具咧，以至到我哋保持住個靈活性啦。另外咧有啲咧就係有靈活性之餘咧，都可以收翻一啲嘅有少少利息收下嘅。即係譬如可能而家做緊貨幣基金喺2026年呢個8月嘅時間咧，可能港元貨幣基金咧都有平均2厘咁樣樣。咁10萬蚊可能一年都有2000蚊啦。咁如果係美元嘅話咧，可能咧就係有呢個3.5咁樣樣嚇，咁樣比著我自己咧，我就可能係一半一半啦。可能如果我有10萬蚊話咧，我就5萬蚊咧可以做美元嘅貨幣基金，咁樣咧就5萬蚊咧可以做港元咁樣樣嚇。最緊要咧係保持住個靈活性，萬一要用錢時咧都有錢可以用嘅啫。咁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幫助嘅，咁俾個 like 啦，想同我哋互動就留言啦，覺得幫到其他人咧就分享出嚟，咁想持續收到咧爸爸會遇到嘅話題咧就訂閱我哋頻道啦。咁祝福大家就咧我覺得呢個係輕微的優勢嚇。今日講嘅咧純需要簡單嘅，但係當我哋大家願意咁去做嘅話咧，一點一滴慢慢行咧咁樣持續行得夠耐嘅話咧，嗰個咧分期咧就會咧係個距離咧就會拉開，我哋咧能夠咧越嚟越咧邁向我哋嘅想達成嘅目標啦。好，咁祝福各位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